6. 聆聽。聆聽話語內容，然後回答第1至第6題。把英文字母前面的圓圈塗黑。論智能手機。智能手機已經成為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嘅工具，佢嘅出現徹底改變咗我哋嘅生活方式。智能手機對人有益定係有害？關鍵係要用正確嘅態度去使用佢。首先，智能電話令到我哋嘅生活變得更方便。以前，如果我哋要聯絡朋友或者查詢資訊，往往需要用電腦或者親自出門，記號時又麻煩。現在，即使足不出戶，我哋都可以透過智能手機即時通訊、搜尋資料。以前，要購買商品就必須親自前往商店，現在只需要打開手機就可以購買所需物品，無論係日常用品定係奢侈品，我哋都可以買到，既快捷又方便。其次，智能手機提供咗豐富嘅娛樂選擇，例如觀看電影、聽音樂、玩遊戲，呢啲活動都可以喺手機上面進行。即使足不出戶，都可以享受各種娛樂。然而，過度使用智能手機亦都會帶嚟負面影響。第一，沉迷智能手機可能導致健康問題。長時間低頭使用手機，容易造成視力下降、頸部或背部疼痛，甚至因為缺乏運動而導致體重增加。第二，沉迷智能手機會影響人際關係。當人們過度依賴手機，就會有可能忽略同家人同埋朋友嘅面對面交流，錯過好多重要嘅事情。總括而言，智能手機係一把雙刃劍，佢既能令我哋嘅生活更快捷、更方便，享受多元化嘅娛樂，亦都有可能導致健康問題同埋人際關係嘅疏離。因此，智能手機對人有益定係有害，關鍵在於我哋能唔能夠用正確嘅態度去使用佢。1. 為什麼智能手機是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？ A. 因為它很麻煩。 B. 因為大家都喜歡玩遊戲。 C. 因為它只能用來打電話。 D. 因為它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。 2. 根據聆聽錄音，使用智能手機購物有什麼好處？ A. 能買新鮮食物。 B. 不用排隊付款。 C. 所有商店都能使用。 D. 無需親自前往商店購物。 3. 根據聆聽錄音，以下哪項與智能手機有關的娛樂活動沒有提及？ A. 看電子圖書。 B. 看電影。 C. 聽音樂。 D. 玩遊戲。 4. 沉迷使用智能手機可能導致哪些健康問題？ A. 失眠。 B. 手部疼痛。 C. 體重下降。 D. 視力受損、頸部和背部疼痛。 5. 沉迷智能手機會對人際關係造成什麼影響？ A. 改善溝通能力。 B. 加強聯繫和溝通。 C. 增加朋友之間的衝突。D.
忽略與家人和朋友的交流。6. 聆聽錄音的最後，用什麼比喻智能手機？ A. 雙刃劍 B. 工具箱 C. 小刀 D. 玩具。